先生，大小姐，先生好性子呀，不是在员工写起对子来了。哦，先生叫我们写的诗，我们都写好了，请先生校正。得看嘞。东风一夜春思绪，玉露铁花金色玉。二小姐就是喜欢玉我，哎，最喜欢的千丝洞，豪华这一彩乱儿，一举甚好。不过二小姐正在青春年华，虽有一丝，不可一力团圆。妹妹，先生言之有理。哎呦，你们两个真是一档一档，一火一场。好了好了，不是看看今天的大主，先生一定十分中意。妹妹不可失礼。先生，此内有生有言女儿得知，请先生指正。二小姐不要介意，大小姐的事中患儿不如必行得当，医院紧张，哎呀呀，换成家贫啊！先生过奖了啊！要我说呀，姐姐写的诗只想改动一个字，那可真的是妙啊妙，妙不可言了。我这要改哪个字？你们听了。
们死不得。这有什么？弟弟也不能不讲道理，你们也不能毫无止境呀。薛公子官家之弟，八成不是个好东西，不是花花公子，就是浪荡公子，那怎么办呢？弟弟，世间不等人，只以止境啊，总不能叫那无辜弟弟一个人说了算。哎，我陪你去告诉弟弟，把薛弟的婚事推掉。哎，大姐，这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呀，去！呀，你的心思来了，为夫做事已经定下了终身大事，本身也算过了，因为用得心，若为容得小。撒娇说的是，只怕是少东西。哎，不花不是花公子，便是浪荡。弟弟，今天看薛公子手握相册，真能力气，还是把这婚事退了吧？弟弟，阿爹，赵先生他，老爷，万生于世不慎，告退了。赵先生。哎，夫人，自己女儿都已长大成人，5岁一月，你要好生关照，谁有差错，为你试问。老爷，尽管放心。老爷夫人，薛公子来了。哦，快客厅相迎。弟弟，我也去看看。放肆！女儿家岂肯包得入眠？你二人说不伤人，精神匮乏，生事不说，讲话从实。母亲，儿啊，你父眼出日山，万万不可造次。母亲，自古以来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嘛。哎呀，母亲，快去顺听你家姐姐。哎呀，去呀！姐姐。连我也不凉快。弟弟，薛公子我快到了。小弟，你是怎么捡到的？哎呦！悄悄摇个红花桃，站在树上远张望。只见公子脸似霜，好像万柄刚起草，举起如雷摇玉花，好像敲着断臂膀。觉得我冷欢弟弟往下逃，哎呀姐姐呀，你慢慢不去飞呀！